大家好，我是冲啊。今仔日我要来介绍血压。前几天伫网络看到一则新闻，文章是关于尿酸，但是内底内容有诶实在错甲喊呱呱，甚至有一段宣称尿酸有神奇诶功能，讲是有尿酸才有血压，有血压人才有法度徛。这到底是咧讲啥小啦？这集先来解说血压，之后再搁介绍尿酸哦。血压绝对是上惊听到的身体指标之一。广义来讲，血压是讲血液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。不过平时若无特别说明，血压这个词指的是动脉血压，而且通常会看到的是收缩压甲输中压，因嘛是我今仔日要介绍的主题哦。头先，啥物是收缩压甲输中压呢？大家知影，心脏会一直收缩，甲血液拍出去，伫每一摆收缩之间会放松，互一脉血液流入去心脏。这个过程中，动脉血压就波动，因为动脉需要直接承受心脏拍出来的血液。伫这个波动范围测量到上悬的血压就是收缩压，量到上低的血压是输中压。因此，头拄仔才会讲，因两个拢是动脉血压。血压测量的单位是毫米水银条。一般正常成年人的血压标准是收缩压120，输中压80。若是收缩压超过130，也是输中压超过80，就是高血压。这是常常听到的病症，以后有机会再搁介绍。其实有高血压嘛有低血压，不过若是无症头，通常是有免特别处理的。血压是安怎测量的呢？测量血压爱先伫手的顶侧把压脉带，伊是一个会当灌空气入去的物件，连接压力计，所以会当看到压脉带内的压力。灌空气增加压力时会碰着，压力够悬时就会甲动脉定扁，所以血液暂时无法度通过。这个时阵才搁慢慢放气，压脉带内底压力愈来愈小。当压力小甲血液冲力够强，会当甲本来互定边的动脉经开时，压脉带内底的压力大概等于收缩压。但是要安怎知影血液什么时阵会甲血管经开呢？较简易的方法是测量手腕的脉搏。血液互查到时，暂时摸脉搏，所以重新摸到脉搏时，读到的压力数值就是收缩压。但是这个方法只会当测量到收缩压。另外，嘛会当用听诊器听手后部附近挖压脉带的动脉，这原理就像有水咧流的水管，若是甲水管中小可定扁，迄附近就会有明显的流水声。但是若是甲伊慢慢放开，最后水管开互观众时，声音就会无去。把水管看作是动脉，即马用压脉带定扁，而且用听诊器听血流的声音。拄开始血流无法度通过时，听无声，压力慢慢变小了后，血流拄经开血管的瞬间开始有声音。这条读到的数字为收缩压。压力愈来愈小，甲拄好无声音时，就是血管已经开互观众。这时读到的数字就是输中压。当然，即马较侪是用机器量的，不过基本的原理是同款的。上尾来看拄开始讲的迄个新闻，伊讲到有血压人类才有法度徛，特别强调人类的话，应该是讲敢若用两只脚徛啦。但是像狗仔、猫仔等等的动物，真侪拢是用4只脚徛，因拢有心脏，拢有血压呢。因为啥物平时毋用两只脚行路就好啊？今仔日就介绍到这，毋知影大家敢有对血压有增加一点点的熟悉咧？若是有啥物建议，或是有毋对的所在爱改进，欢迎伫下骹留言甲我讲。若是介意即个影片，当是介意甲分享，若是想要看后日的影片，当点即个频道，多谢大家。